英雄常常不是单打独斗的。在美国，超级英雄联手破坏都市叫做复仇者联盟；在日本，超能力者集体不会游泳，叫做海贼一行人。那在台湾呢？呵哈，不说你还真不知道，在园林西罗有个拥有罕见双线的总撩嘎凑，曾经轰动武林，其武术造诣出神入化。跟着皮侠客一探究竟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克克客栈，哈哈哈。在台湾，我们不时会遇到拥有复姓的朋友出现，像是诸葛亮、上官婉儿、欧阳妮，但拥有2个姓氏就没听过了吧？在园林西罗2轮一带，有个传说中的客家家族总撩嘎凑，不是姓张廖，而是又姓张又姓廖。所谓的撩皮总滚，上撩喜总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时间回到很久很久以前，那是一个蒙古人君临中国的时代。当时有一位在福建走跳的客家人张姓先祖，他为了躲避战乱入赘到廖家，而廖家人也将他视如己出，好不疼爱。为了感念廖北北的知遇之恩，这位先祖就规定后世子孙要喊上相撩，喜爱相种，张廖家族就这么诞生了。时间快转到清代，一批又一批的客家张廖族人乘风破浪来到园林一带开垦讨生活，但当时的各种分类械斗层出不穷，客家人经常是各种冲突下的弱势族群。为了团结，他们将分散在25个客庄的族人划分成7个区块，依照能力轮流负责祭祖事宜。我们常听到的骑楼起 camp 就正式形成了。这样还不够，为了不被切破，张廖家族的乡民们也想跟上潮流，努力练功，联防自保，找寻厉害的重装武力。正所谓天下武功出少林，一名从少林寺学成的宗师，人称阿30，刚好来到台湾开设武馆。七砍的张廖族人就像是捡到枪一般，在农闲时期扒着阿30修炼武功，后来也有不同武师加入，形成各自门派，猎巫风潮席卷整个家族。哎呀，跌碎的汉宁，给酒怎么撸嘞？西罗七砍后来还进一步从跟着看热闹的乡民，变成了被其他乡民看的热闹。1972年，他们的故事被拍成长达200多集的史诗级电视剧《西罗七砍》。本来七砍的区域划分，变出了7位武侠高手7剑，从彼此间的恩怨情仇一路演到共同对抗日本接收，根本是客家乡土版的复仇者联盟啊！回过头想想，在全球化时代，我们讨论着各种外来的虚构英雄，渐渐忘记自己文化里的各种可能。那些过去发光发热的客家英雄们，也在等待着重新被认识的一天啊！